飛。你點飛嘅邊個？佢哋腳嘅邊個嚟啊？我知邊個。爭嘅喎，好惡啊！好惡啲人。個個爭緊頭位啊，跟住之後冇晒力㗎啦，信我啦。嗱冇力啦，開始對啦已經，收掣啊！我遮到咩？你先拿，你先抽水陣。掂到啦，開。機構未？咁薄嘅，少少頭嗰圈嘅嘢。哇！當400米咁跑，黐線嘅，5字頭都有啊！食得第2名潘偉龍、胡漢輝，第3名蘇學晴、全運高中，第4名公眾胡可芳，第5名 Number 2734 from YMCA， 第6名盧志聰、胡漢輝，第7名陳廣源、拔河，第8名羅美希、長洲高中。請求3名得獎同學到司令台領取獎牌。哇冇啦㗎，佢叉腰啦。腰痛啫，唔一定冇個先叉腰。OK， 腰痛。有油啊，好勁㗎！手。唔掂啊！佢條腰好痛啊，好似。啱啱應該錄佢 zoom 低佢錄佢。因為得我成個揸車咯。我話佢影相嘅，得嚟嚟嘅。見到幾多個唔成績公布，女子甲組乾燥咧，越嚟越爆倉。第1名陳雅媛、梁醒德，第2名黃香平、梁醒德，第3名胡祖元、可豐，第4名曾連全、1、2名包晒，第5名傅月彤、可豐，第6名梁思雅、姚舒，第7名Number 2勝數5號嘅謝謝，第8名蕭曉賢、姚連生。請求3名得獎同學到司令台領取獎牌。咩事啊？你
翻條友講嘅。時間應該唔會 cut 住啦，點解影時間先唔會？我繼續 cut 嘅啦。好台台嗰種。